阮家的后壁有一座山，迄大山的顶头，啥物拢有。伫我细汉的时阵，阿公阿嬷会带我去爬山。透早出门时，阿嬷会甲我讲。大山的顶头有狗仔，若是经过的人行到伤晚，因就会吠吠吠吠吠，惨啊！若爱去踅一年，日头出大前就爱较紧